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咱讲到台湾哦，这个用电的需求真济啦吼。过去咱寄望讲吼，真济能源会当来去使用，火力发电也好啊，是核能发电也好啦吼。但是咱讲吼，这个部分拢可能影响到咱的空气，也即是咱的这个环境吼。即阵咱咧讲能源的这个转型啦吼，过去这个小煤炭这个部分吼嘛爱来转变。咱嘛有看到讲吼，2025年吼，当期就是蔡英文政府讲要做啥，2025年的这个飞核加园然后，这拢有一寡这个目标吼，想要达成。但是咱看这个能源咧转换的时阵，大家有咧讲吼啊，天然气可能是一种过度能源的这个使用吼，台湾会当靠着这个进口天然气吼，但是咱讲吼，进口就需要一寡这个港口伫咧吼，嘛有一寡这个接手的这个站吼，爱来去做一寡准备啦吼。咱嘛看到讲目前有2座咱讲天然气的这个接收站，咱讲吼伫中部甲南部啦吼，一寡电吼也有的这个部分是台中送到咱北部来去使用啦吼。咱嘛讲着吼，为着要互北部的用电吼，莫有争差，其实政府伫咧北部地区的桃园。大潭电厂这个部分，咱头拄有讲到吼，要起一座咱讲第三座然后天然气的这个接收站，咱讲吼，这个范围是涵盖着230公顷，咱讲是海草大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吼，这部分都引起着真侪讨论吼，因为咱讲吼，这所在哦，真侪海洋真珍贵的这个生态环境拢伫咧遮啦吼，所以咱讲这个海草大真正，咱讲吼，几多千年都伫遮，所以咱嘛看到讲有环保团体吼，环保团体啦。直接抗议要抢救咱讲大潭海草大这公道的这个行动，咱嘛看到讲吼，这阵公道哦进入第2阶段这个人数啦吼，但是人数啦吼，目前也争差真侪份啦吼。咱看到这阵的这个数目吼，差不多是10万外份，要11万份吼，但是咱讲真正若要达到这个安全的这个标准，爱35万份吼，也够25万份，这个这个争差啦吼。若是下过吼，真正。这个标准28万要接近29万这个人数数吼，因为咱讲有一寡标准吼，这是无合格，咱家态度掉，这才是有准算的吼。所以咱看到讲，其实离目标要一大这个差距伫咧啦吼。但是咱嘛来讲，台湾咧拼能源的这个转型，付出的这个代价到底是啥物？是相当咱讲的这个海草大啦吼。所以咱讲能源转型这个过度的这个使用，会致使讲这个超过7600年这个海草大。破坏殆尽啦吼，中油这个中油然后甲经济部都一直讲，哇，这个第3天然气的接收站已经撇开着吼，这个海草大家的这个方案哈，已经是用着上优先的工法等等。但是咱讲吼，这个人数的目标，就是爱这个第3天然气的这个接收站离开着咱讲的这个大潭电厂这个所在啦吼。到底能源转型甲生态保存，佮有啥物存救的空间？透过节目咱做回来对话。接下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珍爱海草大公道发起人潘忠正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时代力量立法委员嘛是咱的这个董主席吼，陈椒华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咱邀请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陈昭伦老师，你好。阿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首先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吼，这个争议是啥物？咱看到讲吼，其实伫咧这个咱讲这个大潭电厂会当吼海这个咱讲第3天然气接收站吼，会当吼开始来动工，其实是有这个咱讲吼历史的这个部分哈，2018年10月7日这个宽屏通过，但是迄当阵宽屏是安怎会通过啦吼？咱看到21位这个宽屏委员吼，内底有8名这个民间委员是无去参加吼，表示抗议。7名官派这个委员甲3名专家学者来出席吼，咱用7-2吼，咱这个数字吼真正歹看，因为咱讲吼真侪人是抗议无要去投票啦吼。咱嘛有做第一个这个新闻报道，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中油关东第3天然气接收站工程当地进行，不过因为牵涉到大潭草大生态保育，环保团体反对的声音不断。中油公司原本23下晡开放媒体到现场去了解，不过伫环保团体公布熊熊的这个抗议行程了后，中油也拄好临时取消媒体参访的行程。我们的藻礁其实是由岸边呢向外海延伸3到5公里。那我们的工业专用港呢，其实就是在这3到5公里的范围内，它的开发下面要浚挖。环保团体批评经济部甲中油讲白贼隐瞒事实，表示关东工业港必须要填海造地21公顷，
栈桥都爱个拍桩做桥墩，另外巷道嘛爱乌深，互船会当过，而且安尼会造成水下超达300公顷以上的破坏。藻礁的保护，我想我们跟全国大家的想法看法一致，未来会投注更大的资源。除了符合环评审查结论，我们的承诺事项，采取藻礁回避替代修正方案，让整个藻礁区环境生态敏感区绝对不会开发，都使用之前其他的厂商已经构建完成的一些基地。面对环团的指控，中油公司表示，工业港开发前已经有做过水下摄影、数达模拟，也甲水缸模型的试验，并无发现活体旋污草，也讲会阁找适当的时机开放媒体来参访。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开发案面积缩小到1/10，全部闪开超大敏感区域，已经尽最大努力来保护生态。环保团体是呼吁更加侪人爱站出来公道联署，为抢救超大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即咱看到政府甲咱讲吼，即个咱讲开发即个面积也好啦吼，已经劈开，甚至讲吼已经缩小变成即个1/10啦吼。但是咱看到吼，即阵咱有咧公道的即个诉求，是毋是同意中油即个第3天然气吼接收站吼搬离开啦，规个拢搬离开即个桃园、即个大潭、即个海草礁、即个海域吼，即个部分吼。另外就是讲吼，即个海域嘛有特别来去强调，就是讲吼，即个观音溪出海口吼，南甲到即个新屋溪啦吼，出海口即个海岸，咱讲即个海岸吼延伸落去吼，即个5公里的这个所在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咱先请这个潘老师先甲咱解说啦吼，就是讲吼面对着吼这个经济部也好啊，中油也好，因这这个讲法，恁安怎看啊？啊，其实咱的这个主文其实嘛是讲吼，真正若是这个人事通过啦，公道有过，这个部分第3天然气的这接收站都要迁离这个所在啦吼。啊，面对经济部的这个讲法，你安怎看？这个公道吼，阮会遐拍拼咧做，主要就是讲这个所在吼，实在是真特别的所在。伊是全世界照咱中研院迄落吼，因的研究，这有世界自然遗产的价值哦。哦，这世界上来讲，这真少这款物件。是。啊，阮感觉到这应该好好甲保留互咱的后一代。是。啊，毋过过去呢，就是包括环评的过程啦，啊，咱就看到讲。头前，咱的专案小组委员哈，已经将这个案哈甲提回去啊，讲袂使开发。迄意思是讲，这个所在你若有工业港要甲开发，伊就会去污掉咱的吼海草礁，吼啊，包括讲伊要做迄个海堤，伊嘛爱去污，啊，伊要搁做迄填海造陆，以后要搁做迄寡除草啦，迄类的，迄拢爱糟蹋到咱的海草礁，是啊，阮安尼算算来，差不多要超过300公顷，这是真严重的一个破坏，是吼。啊，若是安尼，啊，结果环评啊过，啊，工程啊一直做落，啊，阮就咧想讲，无过来找总统看卖，啊，阮也有，阮这4年来有3摆的机会甲总统见面，是啊，去年6月初是甲总统见面呢。发现到总统也是足有诚意哦，意思是讲，无咱来开一个沟通会议，啊，咱来找一个双赢方案。阮迄阵嘛有要求讲，无你开一个听证会嘛，啊，双方大家来辩论，啊，到底是该去唔去啊，有啥物方法去解决咱的能源转型问题？结果迄个沟通会议开到尾啊，煞不了了之。本来讲要开迄个类听证会啊，不了了之。双赢方案也无出来。啊，所以阮毋才决定讲，这阮行政诉讼拍6个行政诉讼，啊，毋过行政诉讼准赢，可能嘛已经会破坏去啊。哇！啊，上好的方法，会当较紧来解决的问题的方法，就是公民投票。是。我嘛知影讲公民投票迄那选举，迄足拼命。啊，我这个年纪啊，甲过去家己的经验加啥，我实在是无能力去承担。毋过尾啊呢，就是干部者甲足侪支持者感觉到。这也是无法度唯一的方法啦。所以我们这70外个团体就大家都发起要来拼公道。这个公道的过程阮为去年7月就第一阶段本来是爱1000外人迄个提案人数，阮拼到差不多几万人，迄阵气势足好诶。毋过中选会有小可拖着时期，所以阮到12月11才去接到讲，阮会使开始做第2阶段迄个人数。照正常，阮还有6个月的时间，毋过头前去有拖掉啊，所以阮煞剩差3个月左右尔。
安尼情形之下吼，所以阮头前一直拼，速度真慢。不过慢到最近来吼，阮就看能讲，气势有起来哦。这是啥物原因？这主要就是讲，这个所在有去开遐像阮足拼迄个荒野保护协会啦，亲子共学团家吼，因拢去甲现场看过，了解讲遐个生态啦，确实是值得保护留互咱后一代。所以因在街头咧做，那像因家己咧食饭安尼遐轻松，吼遐欢喜咧做，所以这个气势会当一直起来。就是讲发现这个所在应该保留。所以阮是要求讲，这个第三天然气的接收站的所在吼。即马是拄到咱环境上好的这个部分，政府应该爱摕。政府摕是有意义的。咱的政府若讲含这个已经世界海洋保育组织叫做 Mission Blue， 已经甲定做迄个东亚第一个希望热点的时阵，咱唔知要重视，是要甲破坏。我感觉这个政府真正无关键。OK， 是。其实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咱咧讲的这个海草达这个保护啦吼，这个潘老师已经做20多档啊啦吼。其实咱咧看的这个部分，嘛经过着这个政党论题过来改。政党吼头一摆来遮吼讲要开发的时阵，其实你嘛做一波抗议啊吼。尾手咱个看到另外一回这个政党的这个论题啦吼。咱嘛看到讲即阵这个执政党甲咱讲啥？甲咱讲啦吼，这个部分已经缩小吼1/10，甚至讲吼过去这个国民党时期执政的这个时阵，开发200多公顷，即阵剩这个20多公顷啦吼，这个部分的这个政策讲话，因嘛涉过着讲吼，片面着破坏着咱讲海草达这个生态这个部分吼。继续先请教陈委员吼，陈主席啦吼，咱嘛看到讲哇，政府甲咱安尼讲吼，但是咱作为一个吼立法委员吼，还是讲这个听到这个国民团体这个声音，其实这个状况可能嘛毋是安尼啦吼。是因为咱了解就是讲，这个工程不只是干那13公顷，也是佮加一个21公顷。就是讲我过去嘛是有去参加这个环评会议，吼，就是环差的这个过程，我有参加几啊届，这个相关的资料我有研究，吼，甚至这个工业港，吼，这个资料嘛有看，就是讲迄阵。环评就是讲着重于这个接收站这个位置吼，这个面积这个中油伊是有答应讲要缩小，毋过这个工业港吼900几公顷的这个所在根本就是无去改变。就是讲，咱接收站要改变呀。对，接收站是有缩小，毋过工业港这个900几公顷的开发，其实是离这个环评会就是已经有讲到，就是讲这会影响到这个海草达这的这个部分，所以迄阵离环评就是已经有咧讨论所以才有遮侪专家委员反对，所以表示抗议，表示甚至这个副书长位嘛辞职抗议，就是讲。这个部分已经是反对，已经是绝对讲唔好去开发啦，吼，就是讲这个工业港的部分一定会影响到。所以即马这个经济部你讲这个什么200几公顷缩小到10几公顷，还是20几公顷，这拢是咧骗人的吼。所以我是感觉真遗憾，就是讲用错误的资料，吼，你甲咱的。国人讲哦，这是已经缩小，我想这是真无负责任的讲法。是啦吼，咱嘛看到讲吼，经过环评，其实咱讲第三天去接收站这个部分已经来动工，其实对着研究这个部分，真正看到哇，这个咱讲海草达本地有真好的这个生态吼，看到尸体啊吼，真侪物件拢安尼浮起来，有看到啥物？我像吼，我甲观众朋友先解说就是讲，像台湾咱知影台湾有一个特别生态做酸河搭，吼，咱伫中文号做珊瑚礁啦，酸河搭这即种动物造成的这种答案呢，其实台湾四季拢有，你只要有石头花的所在吼，你为台湾的北边以及甲南边，甚至甲偏湖、迄个绿岛的海岸，也是讲去甲东沙、南沙，咱台湾的国土，这拢有这个酸河搭，吼。问题是，伫咱台湾的西海岸吼，为差不多淡水河开始，一直到
屏东这个规海岸拢是沙坡，是。啊，毋过伫咧沙坡面顶咧，就有一个足特殊的所在，就是咱今仔日的主角伫咱桃园吼，桃园的海岸差不多为德维渔港一直到永安渔港中，这超27公里的海岸，是。伊有这个海草搭会出现。啊，海草搭甲旋螺搭同大的无共款，就是讲海草搭伊本身是有种植物或者可创珊瑚藻，伊慢慢啊造成的。啊，可是咱珊瑚藻伊其实甲旋螺呢是种叫做 partner 的关系。OK， 咱会用把旋螺当作是石头。啊，迄个可创珊瑚藻当作是水泥，水泥甲石头合起来，就用把厝起起来。啊，问题是讲，因为7600年前时阵，海草搭甲这旋螺伫遮开始起厝，起啊头4400年迄时阵，有一个咱北半球吼有另外一个全球气候变迁的发生，所以水变较冷，啊水变较热。啊，结果呢，旋螺就无介住伫遮，啊，剩这水泥吼，伫遮看起，啊，慢慢来起，用这水泥浇这边的沙，啊，起起咧，今仔看会到，这大片27公里的海草搭伫遮，啊，大家注意看，这看起来乌乌吼，啊，看起来咧歪歪的海草搭，伊面顶钻空啦，所以钻空咧，就表示讲这里密足侪生物的，咱讲会出来名，你讲鱼类啦、虾啊啦，还是寡毛虾啊。甚至有一寡章鱼，就是讲咱讲的石骨啦，哦，讲叫做章鱼吼，这边足多。是。啊，这重点才有足侪新的品种的成分拢伫遮，比如讲迄个海洋大学林秀美教授，还是迄个台湾大学迄个刘孝伦教授，伊拢有做遮个海草类的研究。才有足侪新的品种，全世界拢无发的品种伫遮拢出现。所以伊是一个足珍贵的所在。啊，重点是讲，伊即种海草吼起大厝，即种的迄个海草搭吼，伊的起的速度非常慢。是。吼，啊，根据过去迄个啊，伫直接迄个地域生物中心迄个廖建武廖博士伊的估计讲，遮海草搭吼，伊差不多10年较大头1公分。吼，啊。比起讲迄个旋螺搭吼，伊有法度一年大头10公分，甲20公分，这是相差足侪。所以伊比起迄个旋螺搭来讲，伊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种生态。重点就是讲，伊是伫沙坡面顶、浅平面顶，所以你毋免，你若讲是要去遐佚佗，还是要带囡仔去遐看遐生物。你毋免讲，像讲你要去迄个旋螺搭爱排桶，爱穿遐装备落，你只要等伊水伫大的时阵，你行去海边啊，你能看到足侪生物伫遐。所以阮才讲，不管是伊生态部分，还是伊起大厝即种部分，会用做成全世界的重要为啥？你就是讲，咱潘老师讲的，迄阵阮大家研究做了，啊，送去国际的组织，到一礼拜的时间，伊审查了，就阮冠军啊，阮冠军的这全世界的冠军，爱伫咱淡江内底吼，第一个所在叫设做叫做 hot spot 的这个所在。是有影啦吼，真正是一个热点吼，但是这个热点，就像咱讲的第3天然气接收站，若是伫遮吼继续伫遮开发，其实就是拢升登去哈。其实头拄啊，这个焦伦研究员嘛，有甲咱说明，就是讲这个海草搭吼，伊真正是这个鱼啊、虾啊吼，佮有这毛虾上好的，咱讲生长的这个所在吼，因为伊钻空啦吼，会当去密起来。啊，伊讲吼，这个旋螺含旋螺搭的这个形成方式吼，有淡薄仔相共吼，啊，伫咧海洋啊，还是讲淡水吼，湖内底吼大型的这个，咱讲海草类死亡了后吼，伊钙化的这个海草类这个尸体啦吼，经过长时间，甲伊甲这个表层吼，这个无量骨的这个动物吼相结合，啊抗化的这个作用吼，形成着咱讲吼真正符合咱讲碳酸钙这个生物的这个搭体啦吼，啊嘛是讲伊过去咱讲吼，伊是这个食物吼做搭，然后甲过去咱讲的这个酸河搭是动物性的这个部分是较无相共的吼，所以咱嘛讲吼，伊的生长的这个部分有够慢的慢吼，但是头拄啊，咱个继续请教焦伦老师啦，咱头拄有讲着吼，因为这个开发咱看到真侪尸体，因为伊真正是20吨还是10几吨吼，1公分才安尼发出来，啊，即阵咱去甲观察，真正有一寡转变啊吼，这个转变是啥物？有，伊即摆工程已经开始做啊，所以迄阵是中油伫讲要开发的时阵吼，伊有伫迄个环评会了，伊有答应讲吼，伊绝对袂起来伤害着。毋过呢，则不幸吼，去年的3月28，因为一只工作船呢，啊，就靠搭，
吼，伊迄蓝色吼，就等于就扩大，结果造成差不多0.5公顷的面积的破坏。OK， 啊，伊的深度吼，差不多为30公分到50公分。所以咱若讲伊差不多10年吼，大1公分的这比例，伊它为表面抠掉的部分，差不多300年。到500年的海草礁，300年至500年海草礁会成长。啊，问题是这种海草礁吼，伊同大的问题，种伊成长非常的慢。啊，你若用这种足大面积的迄落存弄哩，啊，为了抠掉了，伊就拿咱大沙吼，捏住手的，啊，你手放开了。风一飞，啊，啥物拢无，连尸体都无看，都浮起啊，拢浮去了，啊，伊就无可能吼，你无可能告伊，等个500年，咱人的寿命内底吼，咱袂到伊大汉起来，所以伊任何一个破坏，拢会造成伊无法度改变的迄未来。所以伊即马，比如讲伊即马伫遐起桥，吼起迄个栈桥，啊要将来要接迄个港迄所在，迄工程已经造成迄边海草礁会足大的迄个影响。拄仔彭老师讲的，阮强调不只是中医即马讲，伊伫迄河边吼，伫河边伊讲伊要开发迄部分，问题是你啊，咱连袂看到影片内底，你就知讲，咱基本上的知识就是讲，只要有海草礁的所在，还是有漩涡礁的时阵所在，海水一来一定起白坡。哦，你只要看影片你就知，白坡迄所在都是有海草礁，所以伊规个演出的距离呢，不只是咱伫河边看的，伊是在海底，吼，差不多到5公尺、10公尺迄所在，咱看袂到的所在，迄就是真正海草礁一直在成长的所在。啊，问题迄部分。中油也是经济部，拢咧闪撇，伊拢无甲按算再来，嘿，无按算再来。所以伊比如讲伊昨伫网络就放一张图出来，啊，迄图哦介好看用，其实伊拢无照实话来讲，讲伊其实工程已经开始破坏，啊，而且伊也阁有咱伫迄个农委会吼，保育一级保育的动物或者财产盗窃工商，伊过程当中已经破坏这珊瑚，破坏非常严重。啊，问题是这有咱的法律保护的物件，结果到目前为止，咱不止大海藻它弄破，啊，对这船路的伤害，拢无法律上的责任。这是阮感觉最危险的代志。所以咱讲吼，这个省灯已经造成吼，即摆咧做的，咱就是讲吼，透过这个公道吼，因为拍这个诉愿也无通啦，因为也是讲这个行政这个诉讼吼嘛是败诉啦，所以透过公民投票这个方式吼，看会当拼一道无啦吼。但是咱嘛来讲吼，这个头这个范围，咱等下看另外一张地图啦吼。咱嘛讲到7600年的历史，敢真正吼安尼要消失去。咱头讲到吼，这个交流研究员有讲到吼，即阵省灯这个部分差不多是3至500年，然后咱讲吼真正，若是这个所在安尼搁去甲开发落去，真正7600年这个部分可能拢真正无去了吼。咱嘛看到讲吼，总统蔡英文甲这个桃园市长郑文灿吼，在伊的时阵拢有发文吼，要求马政府爱去保育咱的这个海草礁啦吼。啊，因即阵嘛讲到吼，已经为识到咱讲吼野生动物这个保护区，然后该保存好势啊，但是安尼敢真正有够啦吼？咱嘛看到讲吼，2014年迄当阵吼规划迄当阵也是桃园县政府然后就甲这个关心海草礁4公里这个区域吼，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吼来去公告做野生动物保护区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即阵的这个危机吼共款。咱看到2011年啦吼，这个辅导核灾了啊吼，马英九嘛推动着讲稳健来去减掉核能的这个政策，另外咧要提高着这个天然气的这个进口量啦吼，选定着中央主导啦吼，另外就是讲吼，伫咧大华潭电厂遮吼设咱讲吼第3天然气的接收站啦吼，所以佮回过头来讲吼，就是能源转型的这个部分啦吼，到底能源转型即阵咧讲的？我就是不爱烧煤炭啦吼，啊要用到咱讲天然气，但是伊毕竟也是一个过度使用的这个部分吼。潘老师你安怎看咧？有人讲吼，这个若是这个第3天然气接收站，咱嘛讲吼，这个能源的比例有当时啊，这个过度的这个电量吼，其他会当去代替部分嘛，出产生啊吼，无一定爱开1000亿吼，这个部分来去起差不多用25当了，剩4成这个电厂啦吼。是。基本上这个案吼。开始进入环评进程吼，其实阮都有接到中油来甲阮接触。啊哈，迄阵马英九还未落台，是，迄阵是小英拄好选调。其实因已经将迄232公顷吼缩小到剩77公顷左右。这部分我感觉民进党即马一直咧讲人为
过去232公顷吼缩小较紧吼，我首先爱甲民进党表示讲，恁安尼的讲法无公平啦。OK， 对，这是第一点。是。啊，讲到能源转型这部分吼，阮的看法是，阮将来唔捌讲无支持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是。阮嘛了解讲大家爱用电，所以天然气呢若起来所以咱会烧炭迄个电厂就会当减少，对咱的健康有较好。空气会当改善不过在咱了解讲大潭这附近的这个海藻搭是遐尼珍贵的时阵，咱敢会使佫继续用迄个模式来进行？这是第一点。是。第二个，其实中油因在2014年的时阵因有出一个叫做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迄个可行性研究报告。阮伫迄份报告内底，真清楚去看到讲，这是有替代方案。就是讲因迄阵选第一个讲是观塘第二个其实是台北港。是，伫新北市。对，新北市的台北港。这个新北市台北港呢，大家拢了解，已经有足大迄个填海造地的所在。是。迄个所在你继续去甲填海造陆落去其实影响遐个生态无大。不过咱大潭遮都是已经有世界自然遗产价值的这个海藻搭，应该是爱甲好好保护落来。是。甚至甲2018年的时阵，阮都了解讲，在迄个时阵，若去刷去台北港，都拢也会付。因为有一个咱中央大学的教授叫做庄秉杰老师伊都公开有表示讲。中油的迄个股份公司有甲伊私底下讲，其实台北港较紧。政府一直讲一定爱大潭才会付，不过股份公司遮却甲伊讲台北港较紧。所以这背后，阮咧想讲有足侪期待，阮也无想要去探讨啦。阮的看法是讲，咱要能源转型，但是呢，真正若讲甲2050年，咱嘛爱面对就是气候变迁，一定爱做的迄个叫做。减碳，迄个减碳呢，你袂使用天然气，因为天然气嘛是共款是石化的物件就对啦咱若无一直甲降落咱若无符合国际需求。OK， 所以安尼降落来以后，天然气你即马创甲济，死到减甲剩差不多4成。咱所有即马开倒去的钱，迄寡设备就拢爱浪费去。嘛是等落海啊。对，其实我感觉真正若要用电，我感觉有一个真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咱大家来省电。我听真侪教授家拢讲，台湾若要真正要节电会当阁省30%的电。我讲这听起来真好真赞，我嘛唔敢讲有30%，15%、10%拢会使。这15%、10%全国人民来共同打拼。咱足侪莫讲是海藻搭，咱的迄个要去做什么？海即马要做迄个什么经济渔区要去做迄风力发电啊，也是讲迄要做太阳能板啊遐。我感觉迄个湿地上拢会当甲放开，会当留伊原来本来的面目。我感觉迄只有意义。有影留互伊本来这个面目。咱嘛要要求讲桃园这个海草搭就这个沙仑来，这个苦厝港啦甲这个树林、这个草路、这个海草搭，佮白玉、佮大潭这个所在关心者，其实咱讲头拄啊这个范围内底27公里，应该是讲若是好好保存来，真正是世界101的这个好的这个景点但是咱看这大潭电厂位就伫遮啦继续咱阁申请到这个嘉华委员其实咱嘛看到讲这个政府头拄啊这个潘老师讲到迄当阵的这讲法，民进党安尼讲法是无公平啦，无公稳的但是咱嘛看到讲，即阵嘛有侪人咧政党发起着这个公道的这个连署，但是有当时有烦恼讲这个坐便车就上车这个看法，你安怎看咧？我是感觉讲，咱对环境的保护，如果政党来支持，我是感觉嘛，唔是去反对啦就是讲大家就是不怕被这个就是收割之类的这款道理，就是讲大家紧来保护这个环境即马就是讲藻礁这个公投就是讲不管什么政党，我个人是感觉讲应该来关心你执政党这边就是讲大家真大的质疑，就是讲为什么你硬要做就是讲你开1000多亿你要做这个工业港你干那要做这个接收站尔吗敢是安尼名
敢是安尼尔吗？所以就是讲，你过往这几年，就是讲，大家质疑是毋是你这个这个桃园这个炼油厂吼，你要刷来食，啊，你旧的这个炼油厂这个土地是毋是你要去开发？啊，这个土地开发的利益足大的吼，所以就是讲，即马这个政党来关心，啊，变做讲这个。咱这个公投变做是这个大党的这个政党对决，我嘛无愿意看到讲是这个情形，所以是即马就是讲，即马不管什么政党来关心，我是欢迎吼。所以毋过上重要，咱就是希望执政党会当甲这个问题紧来讲个清楚。啊，即马就是讲替代方案啦吼，就是讲你若无爱伫遮做，我嘛希望讲政府紧来。咱政府不管蓝绿哈，不管地方政府有真侪这个管区哈，像头拄仔讲到这个台北港，台北港就是讲真侪专家嘛是讲这个所在台北港是较适合做这个天然气的这个接收站吼，所以就是讲嘛要希望讲咱新北市的市长吼，咱的侯友宜市长紧来表态，吼，紧来支持这个接收站会当刷去台北港，因为既然咱看到讲国民党吼，即摆来支持这个公投吼，海草大的这个公投，咱嘛希望讲新北市市长这边吼，紧来支持讲咱会当做一个评估吼，紧来审查，看会当这个。这个接收站紧刷去这个台北港这边来做。是，其实头拄仔这个潘老师嘛讲到吼，这个咱讲环保团体其实无这个真正吼无反对这个第三天然气的这接收站，只是反对讲设定咱讲桃园这个大潭电厂这个所在吼。啊，头拄仔咱嘛听到委员咧呼吁吼，新北市长侯友宜啦吼，就是讲过去这个评估也是讲宽屏，也是讲这个替代方案。其实台北港就是真好的一个所在，所以这国民党既然已经来去做一寡这个启动连署这款的这个行动，啊嘛这个望这个侯市长会当支持伫遮吼。但是咱嘛看讲这个经济部啦讲哇这个市场这个问题，咱讲这个能源的这个部分啊，还是用电的部分，若是无伫这个时间市场若是过，咱的这个用电就会出问题啦共款伫咧这个时阵用到这种咱讲恐惧的这个诉求啦，甲咱。哈人民这个嘉伦兄，你安看咧？这边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讲咱头拄仔这个潘老师有讲到讲节电啦吼，其实咱即马看到讲这个用电的部分，就是讲咱的产业爱转型啦，一寡污染的工业，还是讲这个 GDP 风险比较小的，所以即马就是紧来做讲，咱若高污染的这个产业紧来提高电价吼，所以咱。可能就是讲，今仔思考讲要哪做产业转型，所以咱的用电量才不会讲一点的增加啊，所以就爱去破坏这样宝贵的珍贵的生态。所以你讲的能源爱转型，其实产业这部分爱先去做产业转型其实是根本真大的原因，关键。OK， 继续请教嘉伦兄啦，头拄仔这个问题。我是感觉，即摆规个过程当中吼，其实咱的政府、咱经济部拢无甲咱老实讲，吼。其实，阮伫过去的几啊届环评还是环境差的迄个会议上，我都捌台电请教过，讲假使吼，咱第三天然气也无起，咱敢会无咱会欠电。结果因大家讲吼，伊讲第一期内底吼，因咧用调度来应用。比如讲，因即摆有一条管为台中为通宵揪起来甲大潭这边，而且吼，还佫有一寡阿所味会使佫去调整。伊讲吼。以2025年因的迄个因预测的迄量吼，伊备用的迄个用差不多是17.1%吼。讲假使啦，这个所在也无去呢，大约会减少差不多2.4%左右。所以到时阵吼，伊会比咱法定的比例吼，差不多15%的部分，小可加一撮尔。所以呢，其实咱按照台电的讲法。咱其实是无欠电的，而且咱伊即摆伫大潭这边已经有7台的迄个发电机伫遐咧发，啊未来伊就是要为着要新建的迄两座新的发电机，吼来补这个气出来，所以因法度用调度方式来调度，所以我问的是讲，其实这个咱法律上定出来迄容量吼，差不多差到80%。
0.5尔。所以我会讲，敢一定需要为着这0.5来毁掉这1000年的海草礁。有啊，这是我一个看法。所以我是讲，伫规过程当中甲咱拢共款。经济部伊是选择对伊家己有利的讲法，用即摆非常简单的语言即摆大家拢足够批图的啦简单语言因为咱即摆无法度对足侪的资讯去做消化，所以伊拢用即种乌龙蛇道方法但是乌白蛇蛇了，大家拢伫即摆伫网络上大家见干的所以我希望讲经济部伊我都出来老实甲咱人民讲，因为伫所有过程当中，阮邀请伊过来甲。咱出来就熟悉，就生态部分，就用电的部分，就这国家未来发展的部分咱用做一下讨论啊。不过一过程当中不管是经济部还是因支持的这学者，都无爱出来。OK， 这造成阮这人爱那空啊，然后底下咧讲西，这是我感觉最危险的一个部分。是啦咱头拄嘛讲到大潭电厂边啊遮设这个第三。这个接收站啦其实咱嘛讲到这个大潭这个电厂这个所在是排名第3当中，这个方案第1名是这个台北港，第2个是这个南口这个部分第3个才是遮。尤其咱来看讲这个三接的这个争议啦咱讲毋若受这个环评委员伫遐硬要互过啦另外咱都讲这个时间影响到咱讲这个海草礁升长另外就是讲这个海象变化。真大啦头拄仔咱嘛讲到有扩大这个部分的这个产生过程中其实佫有这个集团含这个官商交结这个部分的这个做票这个部分继续咱佫请教这个潘教授啦安怎看讲这个三接的这个争议遐尔大即阵伊佫用这个时定咱头拄仔这个其实赵伦兄嘛有讲到你安怎佫补充咧？过程阮的感受就是讲本来你若照尊重咱的环评委员安尼决议的时阵，这个代志真早就会当解决。是。结果是有咱的高层调工去运作，去改变这个环评的结果。是。所以规路安尼做落来我的看法是，这部分实在是足冤枉的啦。因为中油因不但是讲迄早期的迄可行性研究内底是讲台北港是替代港口，因真早因的应该是民国83年，因的当署长叫做张子元，因都捌表示，因为真早东鼎公司要跟因合作的时阵因都无会跟伊合作，因为因家己有做过迄搭的调查。因调查就是讲，迄搭遐海象真歹，真歹海象歹，伊遐潮差足大的，潮差若大，对你迄船要入港啦、出港真无稳定，有危险性。尤其是遐东北风真强，规年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你真侪船要入来都无法度入来，所以旧年嘛几啊摆，因的船迄工程船伊都爱驶去台北港去闪遐个大风。那安尼情形看起来。中油一向就认为这无适合做，是安那到尾才会变成唯一的方案。所以我感觉这类的争议其实都是咱人民无法度了解，无法度去清楚的所在。是。所以我感觉公民投票有这个好处，就是讲这个开发到底有正当性无？这个开发内底到底有一寡什么内幕唔敢讲出来无？咱公民投票的过程有真济就是。双方会当去对资料，人民会当去背金咱的目睭去看这个事代志的真相是伫倒位。真正若是讲，阮遮环保团体真野蛮，人民看会到嘛。若是真正安尼资料对出来，结果是讲咱政府确实有唔对的时阵，这个时阵大家来公道，就知影讲，那安尼这个案是毋是应该爱互伊过关？是。既然过关。表示政府爱去负责，就真正会当替咱的后一代保留这个遐珍贵的迄落咱的自然环境。有影，这是我的想法。是，咱今日本身嘛有约到本地要来约讲中油和经济部但是因讲还事先真早进前都甲约啦但是咱即阵甲因的这个回应，小可甲观众朋友个说明一下嘛代表因的这个观点，中油是安怎讲第3接收站已经采取着
修正的这个方案吼，啊，使用讲吼，这个原地啦吼，有一寡这个天地这个部分啊，无搁新增加任何啦吼，这个所在。另外，咱讲吼工业区，伊讲吼采取着离岸的这个配置啦吼，啊，用着一寡这个桥啦，还是讲工业区做一寡这个直接连起啦吼，无影响着这个沿岸吼自然的流动啦吼，但是会当继续吼，这个有一寡这个生态这个生态啦吼，需要这个养分伫咧，但是咱嘛看到讲，伊讲啥？这个大潭电厂伊所用起的这个需求是2022年啦吼，该伫咧台北港吼去这个接收站吼，上紧嘛要2033年才会当准备完成，这是重要的这个讲法吼，用着时程来甲恁卡啦吼。另外经济部讲啥？这个开发面积已经缩小到1/10，就是咱头拄一直讲的，啊，全部拢撇归敏感的这个区域啊。调查嘛发现讲，这个海层大部分啊吼，拢是海沙所砍掉的，无发现咱讲吼，这个有带壳的这个酸河海草的这个活体啦吼，港口这个范围吼，海草这个大吼生态无丰富啦吼，用这款的这个方式来去甲咱培回啦吼，安尼政府敢真正有负责任吼，继续请教这个委员吼。另外就是这个请教着时程的这个部分，其实咱们看到中油的这个讲法是一改再改啦吼，委员你安怎看？哦。咱看到讲中油甲经济部的回应，就是讲会当知影讲，因到即马佫无去面对讲即马到即马为止时间甲这几个月尔，就已经发现遮尔大的伤害甲破坏，所以说所以讲咱即马就是讲希望经济部讲紧去面对这个事实吼，就是讲其实头拄有讲到，就是讲这个到2022其实是无迄个急迫性，吼啊，我想。环保团体伫这几年来已经提出真侪数据，就是讲你根本无讲一定要2022都爱完成啊！而且咱即马看，即马已经2021年啊，明年根本就无可能完成。吼，即使你离这个三阶加通加做，嘛是无可能完成。所以这个事实已经真清楚，就是讲无可能完成，而且没有急迫性。所以即马政府紧来改变因的做法，吼，紧来选其他的所在来做。我想要搁做啊，搁袂赴。是啦，佫会付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本地政府是甲咱讲吼，2022年这个10月就要开始，咱讲吼，这个供应这个台电吼运转所需要这个天然气，就是供给到咱讲吼，台中以北吼北部这个地区的这天然气的这部分，所以来起这个第三天然气的接收站啦吼，所以咱佫讲一摆吼，这回咱的这个诉求啦吼，潘老师的这个诉求，就是是毋是同意中油第三天然气这接收站迁徙吼离开这个大潭。海草搭这个海域啦吼，所以咱讲公投有较大理由啦吼。咱嘛讲吼2月28啦吼，是咱讲吼本地按算的这个日啦吼。啊，继续请教这个老师啦吼，其实咱有另外一个所在是因为态度掉其他无合格这个咱讲人数啦吼，所以咱上尾什么时阵会当迄落？阮本来会设定讲28以前吼，请大家寄来，是因为这若要安全分数是35万份啊，中选会个。有交代讲，恁都爱搁印一份副本，所以总共70万份的资料。是哦，这整理的工作不得了。作业的时间。所以阮拍算讲，迄阵就拍算讲，爱有2礼拜时间吼，来做这个弹性的调整。才袂讲吼，你大家到尾也拢集来，阮是无法度做，啊，结果资料煞拢无效去，真拍算。啊，所以阮真甲大家报告就是讲，28是阮第一阶段，希望大家吼尽量爱送过来。啊，28过其实。阮还有差不多10天的时间。OK。咱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若有看到阮这个节目吼，你若还未去签，无要紧吼。你3月1日以后呢，其实你也会使签。是。你签送过来，上万阮希望大家吼，3月10的时阵会当寄出来。安尼阮差不多3月12号会当收到。OK。12拄好拜5，啊13、14就咧拜6礼拜，各过都无时间过去整理啊，所以3月10是阮目前感觉会当搁接受大家继续冲一波安尼一个日啦。是啦吼，所以咱讲吼，这个海草搭这个拼公投人数吼，这个部分啊吼，搁拼一道，咱嘛搁有另外一个报道，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来了。
藻礁上的生物们死的死，伤的伤。来到行政院，有时抗议，有时演出行动剧，抢救大潭海草礁的行动依然继续进行。环保团体高达已经举行123场记者会。海草礁生态珍贵，拥有开发物质，替后代子孙留下净土。无变的主诉求，环保甲民间团体希望这届会当透过公投，搁一届创造环境运动的记录。环保的选票至少铁票至少50万。我认为那个潜在的支持者高达数百万，我们如何在最后20天把它激发出来，是我们要努力的。环保团体提出珍爱海草礁公投，虽然顺利进入第2阶段人数，但启动1个月尾，目标要募集到35万份人数数。公投发起人潘忠正相信，最后阶段才是关键期，但马承认若真正失败，无法度来公投，抗争未停止。即使今天没有成功，我们认为2年后我们还可以再来一次。即使他们把工程都做好了，我们还是要他迁离，所以我们永不放弃。潘忠正指出，一开始一工点有几十分，到今已经有几千分，但所剩的时间无济，平均一工要冲1万多分，有可能达标吗？虽然团团真乐观，不过若这届失败，要重新过来，要等到112年才会当公投。记者台北报道。其实咱讲吼，这回吼，这个公投案若是无过，搁要等2年这个时间吼。其实嘉伦兄，你会当分享到吼，今日去这个大学做演讲吼，这个针对这个对象拢是学生囡仔吼，打这个18岁这个大学生吼，你甲因讲啥物咧？我最主要不止在大学生啦，我是讲呼吁讲吼，因为咱选举法已经改啊，咱迄个会用投票的年岁吼，会降到18岁，所以我今仔面对这大学生吼，拢毋捌投过票。我来讲吼，这道的这公民的这活动吼，是非常意义的一个公民投票。是安怎讲呢？因为咱过去投票拢去选立委、选总统，拢去选政治人物。问题是这道的公民的迄个投票呢，是投家己的未来，甲咱台湾的环境，甲咱未来子孙更较好的未来。所以我大家少年仔讲吼，恁投来这票。你将来吼，你到我这个年岁的时，你再转头来看，你发现讲，你因为你这道的公民投票，互咱台湾规个公民会用转型。咱一日到晚讲，望讲台湾人变成甲瑞士共款，吼，咱真正来做头家，来决定咱家己的未来。所以我大家囡仔讲，这道无论如何，一定来支持咱这海草礁的人数，要有成案，一定要有成案。啊，你用去投票，吼，不管你是赞成还是反对，你可以投这个票，因为这票不是投任何一个政党，是投你家己，投你的土地，投你的海洋，甲你家己的未来。这是非常非常重大，规个台湾吼民主进程要转型，一足大，用讲用要脱壳，要重大。一个时阵是，有影啦，咱头拄嘛讲到吼，这个部分会当是一个这个公民这个意识吼，针对着这个土地咱的这个环境吼，卖互这个咱讲开发去升长去啦。但是咱嘛看到讲吼，真侪人开始咧烦恼啦。头拄咱讲的这个能源转型的这个部分，也是讲吼，即马有这个政党吼来去参与啦吼。啊，为虾米这个变做是咱讲吼，真正是这个压力吼？政党的这个对决吼，可能嘛是有人烦恼的这个所在啦吼。尤其咱看到讲吼，有人是讲吼，中国国民党主席刚启前吼，伊签落去，咱讲人事输了，有人就开始烦恼吼。这等下烦恼，咱就先请教这个潘老师啦吼。但是伊讲哈，民进党是无愿意和民众沟通的这个团体啊，政府袂沟通就用选票甲伊沟通吼，伊参加这个人事，呼吁民众嘛参加到这个阵内这个海草礁公投成案吼。但是嘛有人来讲吼，这个国民党即阵吼有内底的这个议题要去做公投核实这个核能发电厂的这个部分吼，这个潘老师会惊无？因安尼坐边车？阮是欢迎啦，阮袂惊啦，因为阮感觉到吼，保护环境这是全民的代志，这个政党实在是无关系。是啊，咱袂使讲啊，这个政党过去大家对伊失望，就表示讲这个政党呢是无希望的，是不应该继续。其实我感觉任何人，你若做唔到代志，你若去做一个改变，啊，改做一个好人，这拢是咱。大家拢会当接受的代志嘛。啊，伫台湾吼无共的政党，大家尾啊会当因为一个像保护海草礁这款的公投，大家做伙来拍拼，来
将这个真相互伊浮出来。是大家对不管是公民意识啦，对环境的保护者，拢有提升的时阵，这毋才是对咱子孙创造一个较好的一个政治环境，甲生存的环境。是，所以我基本上对所有的种党派者阮一向都无分党派包括过去国民党陈学圣委员家嘛头到尾甲阮挺早教所以阮是感觉阮是无分党派所以大家做伙来倾这我的想法是讲，这若会见倾会成的时阵，其实台湾有会足大的进步。是，过去咱一向拢注重经济发展，升腾着咱的环境，大家拢介像无要无紧。是这回大家了解着讲，这个物件重要。其实都会慢慢的去探出着讲对环境的保护的意义。OK， 这个意义呢，其实是对子孙有交代的意义。所以值得咱好好拍拼。有影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个唔通论做咱讲吼政党对决的一个大部分一定爱来守护咱讲规个这个环境的这个部分，才是正办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吼，其他对公道的这个看法，民进党当然嘛是背回讲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讲法啦吼。嘛讲吼，民进党执政了后，建设移出咱讲吼这个伊的所在啦吼，开发。就是咱头拄仔讲的1/10这个部分，但是头拄仔这个潘老师已经讲到这个买手已经减做77公顷所以这嘛有一寡这个历史背景，民进党反映是安尼这个历史的这个部分嘛，可能爱去补强一下所以唔能讲这个过去已经做的这个部分无搁提升的，其实是对咱讲环境的升腾已经造成，这就是咱爱去面对的所以咱这个工作小组嘛有另外一个讲法，你讲啥？这中有三接这个部分有新增加的这个地区绝对唔是讲18当前已经开发的已经所填起来这个所在，所以三接目前这个方案也伫一个海草大区啦中油和经济部讲法，头拄咱嘛讲到，真正是错误真济啦另外，中经院生物多样性中心研究员郑明秀讲，伊研究海洋30档，这个创水的时阵拢爱看天气，用人格来保证这个大潭电厂遮三接上歹的点所以咱头拄仔这个交华委员嘛有讲啦希望这个替代方案这个台北港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会当做一寡这个咱讲。去任用也好，但是咱看到其实新北市过去嘛有咱反对啦反对咱讲这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伫遮啦所以面对着遮，其实也有一寡这个春秋，还是讲咱讲这个伫遐政党还是讲这个对决的空间伫你安怎看咧？你即摆咱来看讲政党，咱希望经济发展，咱爱有能源这个有足够的能源，即摆就是讲，这个天然气当然有伊的这个不足，不足咱爱接收站，但是接收站即摆咱选的这个地点就是选址不当，选址不当，其实政府真早就了解，即摆硬要做，所以就是讲咱来关心这个案，所以即摆就是爱紧来找讲适合的地点，所以即摆咱真正来呼吁这个。执政党你莫阁用这个错误的解说，咱即摆看讲为经济部长为咱台北市议员即摆讲的这个论述拢共款，不过这是错误的。头拄已经一再强调，虽然你这个接收站的面积有缩小，不过你这个工业港900几公顷，就是会影响到咱这个藻礁，就是讲会达到这个毁灭性的破坏啦所以。政党的部分，咱希望讲大家爱目标爱一致，就是讲咱保护这个海草礁，就是爱紧来找替代，还是讲咱产业爱转型，用电的部分嘛爱检讨，还是讲咱其他的再生能源的开发，咱爱紧做，紧对环境破坏较少的，所以我想政府。一定会使啦一定会做会到，就是讲甲咱即马小部分的所在搁调整一下，所以即个所在其实我咧看啦其实你无找到替代，你即马无做嘛无要紧啦。你无做，咱的即个能源应该嘛是有够啦。所以你遮嘛是讲有几个部分就是讲即个台北港的评估台北港的评估，搁咱即个产业转型，搁咱即个即个。
其他的方法来替代，紧做一寡较小型的太阳能这个发电屋顶型紧来做。所以一定会当补足讲无够的所在。是，所以若是讲吼，政府真正先回应啦吼，就免行到这个咱讲公投人数这关吼。其实头拄啊，这潘老师吼嘛是较悲观，讲吼今年若是无过，咱2年后再过来，总是伊若是起好了，咱嘛是同款的这个诉求啦吼。这是这个潘老师。咱嘛是无愿意看到讲因为这个藻礁诶。海藻大的公投，搁即马8月搁有这个核数公投，那么看到讲变做讲互伊的迄个焦点，也是模糊焦点去，变做个是一个蓝绿对决，那么其实无愿意看到是这个情形。唔那搁变做是哪里个这个对决啦吼。上尾咱请教这个焦伦老师啦吼，就是咱头拄仔讲的，莫遐悲观吼，这回就好过啦，是不是安尼？对啊，我拄有讲过，我去望讲吼，其实这是一个足简单的代志，足单纯的代志，吼。所以咱即马伫街头，拢看到种足侪咱的志工吼，等啊狗遐共款，4家咧弄整，你看到足侪囡仔，吼，你看到伊目睭，你就会感动，因为伊要争取的是家己的未来。咱做大人的吼，咱遮尔拍拼一世人，咱都是为着伊的未来，你拍个敢毋是？咱今仔日。看到有遮尔好的生态，咱嘛想要留互伊啊。是，而且拄啊，赵华老师啊，佮潘老师拢有讲过，其一个过程当中吼，足侪资讯拢无公开，这是足无公平。是，所以咱嘛毋望讲吼，这个政府啦吼，真正回应吼，无就是讲吼，透过这个公道的方式，佮拼一道。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评收看，咱马上再会，感谢，多谢。